在国际舞台上寻觅心灵乐章，谱写艺术之光。2019美国洛杉矶传承杯国际艺术节为您展现一台丰富多彩的艺术盛会——传承杯国际大赛。音乐比赛，传统国韵与西方音乐的融合；戏曲比赛，传承戏曲经典，弘扬民族文化；书画比赛，书写中华经典，传承优秀文化；声乐比赛，天籁之音打动人心，多彩非遗，古老文化；文化之旅，体验美国人文精髓。2019美国洛杉矶传承杯国际艺术节，在不一样的舞台秀出不一样的风格，表现不一样的自己，传承的力量。天使之城，中华传承，梅拉诺传承杯国际艺术节将于8月1号至8月10号在洛杉矶隆重登场。传承杯国际艺术节，我们不见不散。